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後書5章11至15節，基督的愛激勵。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勸人，但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，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裏也是顯明的。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，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，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。我們若果癲狂，是為神；若果謹守，是為你們。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，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，並且他替眾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，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保羅提到每一個信徒將來都要喺耶穌面前，按住今生所行作賞善罰惡嘅審判，呢個同救恩係冇關㗎。因此佢嘅侍奉動機係純正嘅，並且被主愛激勵嘅侍奉。11至12節，保羅顯明的良心。保羅說明神係一個可畏嘅神，以此勸哥林多教會要活出敬畏神嘅生活。保羅喺神面前係顯明，乃係講佢帶住純正嘅動機嚟侍奉。佢都盼望哥林多教會嘅信眾，佢嘅侍奉動機喺神面前都係顯明嘅。保羅再一次表明，佢唔係舉薦自己，叫佢喺眾人面前有自誇之處，乃係俾佢哋有機會以佢哋為樂，足以應付嗰啲只誇外貌而唔誇內心嘅人。13至15節，保羅被主愛激勵。保羅甚至可以為主而癲狂，然而喺佢哋面前係清醒嘅。原因就係保羅被主嘅愛所催逼住，因為佢想到基督擔當咗一切人嘅罪而死，眾人都死，就係話替所有人嘅罪死。原本所有人都要為自己嘅罪死，但基督已經成為我哋嘅代表。留意呢個唔係代表普救論嘅講法，人仍然有自由意志抉擇，佢都要願意接受主耶穌為佢死呢個事實。基督替人死，叫信嘅人成為新人。從今以後嘅生活，佢唔再為自己而活，乃為替佢哋死而復活嘅主而活。呢個係一個被主嘅愛催逼嘅人生方向。保羅一生侍奉嘅動力係因着被主愛所激勵，佢以癲狂嚟形容自己，佢確切體會到主愛嘅深同大。呢度叫我哋反省到：第一，神係可畏嘅，我哋應當存住單純嘅動機嚟侍奉。第二，常常想起主愛，叫我哋有住侍奉嘅驅動力。第三，學習輔助別人喺靈裏成長，別人喺靈裏嘅成長成為自己嘅滿足。咁，親愛天父，你愛嘅偉大係超越一切，求主幫助我哋更深去認識你嘅愛，以致喺生活當中常常被你嘅愛所激勵，叫我哋能夠更有動力去侍奉你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保羅形容自己係為神癲狂，從呢度點樣睇到保羅同主嘅關係呢？第二，我哋嘅生命有否經歷被神嘅愛激勵呢？第三，基督為我哋眾人死，被拯救我哋嘅生命，我哋要點樣為佢而活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